隱藏喺珠三角嘅南洋舊夢，江門老市民嘅一日食記。以前係一有錢咧就會過嚟食。早晨啊，最近落雨嘅江門。老細唔該要份豬扒炒麵，好多豆芽喎，啲料好足下。我哋仲有點咗個雞扒三文治。初中嘅時候咧，都喺附近讀書啊嘛，就經常過嚟打包咯。仲睇到嗰啲雞扒，好厚喎，一啖雞扒一啖豆漿。食完早餐嚟參觀一下釣台瀘古寺，上一次嚟已經係好多年前。嚟33開街都唔可以錯過嘅一間涼茶店，開咗有60年㗎啦。有啊，佢成地擺嘅搬翻入嘅你。去濕茶，上班嘅味道。佢仲有送啲陳皮俾你吊下味，而且呢邊啲單價都好平啊！睇下近嘅咩？可以睇到其實呢個綠豆沙真係好沙好綿密啊！夏天嚟食呢個真係好正啊！我哋以前其實好少稱呼佢為33墟街，我哋多數會叫佢連平路或者長堤。但33墟街唔單止係一條街，而係墟頂、石牌直街、長堤、連平路、興寧路等成個歷史片區嘅統稱。有30幾年歷史嘅綠豆餅，好傳統、好傳統嘅綠豆餅。好香嘅綠豆味啊！細個嘅時候咧，屋企人嚟水街買餸咧，我都會嘈住嗌我嫲過嚟買綠豆餅俾我食。導致我現在每次嚟都會買綠豆餅。我覺得好食嘅嘢冇必要換咯。好似咁樣嘅書店其實已經唔多。喺呢個人人都追求快節奏短視頻嘅今日，願意留住慢時光嘅地方，我諗佢比咩都珍貴。好多人因為一部劇所以嚟嘅33墟街，但唔知道嘅係呢度係老江門人日常生活根據地。阿姨唔該要個江門排粉，江門排粉啊，你係呢個係呢個。外地人睇到嘅係網紅打卡地，老市民睇到嘅係市區入邊最平嘅市場。終於等到佢開門啦！小學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經常嚟，以前係一有錢咧就會過嚟食嗰個渣渣咯。南洋渣渣，大老闆娘開咗有幾多年啊34年。因為我覺得佢呢個渣渣係我食過差唔多最好食嘅渣渣。佢以前江門街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少放水店㗎，所以佢差唔多係江門街頭部糖水店之一，出品好穩定。自然媒體就係24小時都要做工作狂。如果一個人食飯，我會揀煮一碗最慳時間嘅粉。從我細個開始，嫲嫲就教我點樣煮好一碗江門排粉，一直都冇變過。做咩呀？喂，4年一次啊，今晚世界盃不見不散啊！好啦，今晚見啦。4年一次嘅世界盃，你今年嘅朋友仲係咪都係佢哋啊？冇錯，嘗試過咁多新嘢，到最後都發現都係掛住嗰陣味。去過再多地方，掛住嘅都係老地方。識再多嘅新朋友，知心嘅都係嗰幾個老朋友。覺得好嘅嘢就冇必要一直換。至江門老味道、老地方、老朋友。